因為啊，你也是愛買咩泡芙的，還是水果炒裡頭咯，來食做這款金線內較好花草蛋，來這款來食非常好咯。那清香，你話剛啊，那口感特別剛好啊咯。我轉開來看你睇下，伊對我甲聽見這支金線內，你甲迄支較好啊吼，你來食非常好，這個食了落養生噶，你推薦對杯個配料表。伊這對落金線內鐵配節甲生血、鵝肝汁、茉莉花、菊花、決明子，全部就是好物件。來從落去教授解釋做安尼吼，咱這啥？你講安尼吼就偏啲個啲花草味，做在香個這啥？來熱水啊吼，咱清蒸了花乾，伊安尼是乾到後冷過去啊，來口感特別剛好。這個來熱天時從安尼來食吼，來食又會潤肺，來你又補充營養，來食又說養生，真實是過好個。你去做當人啊，也是當後冷那烤啊時陣，你再從了來食了後冷做在爽個這啥？來你對煲呀吼，有130克甲260克，你甲320克水你去爽到，你若買只130克甲一當只雜黃硬定。來食真實是過好食，來了我甲來啊蒸個安尼裝了吼，這個呢來去上漿杯，煞非常較好睇。